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校园开始陆续替学生来注疫苗。台北市某一间国中，共2个男女学生，为着是不是要来注疫苗，来去考角，甚至来去相拍。根据着了解，有一个男同学因为身体有状况，无法度来注 BNT 的疫苗，互女同学甲乞笑。这个男同学一个生气，动手甲对方的鼻仔骨来甲拍断。去看医生，医生发现他的淋巴有肿胀。 然后是建议他说暂缓施打。那因为这件事情本来他是要施打，改成不能施打，他本来情绪已经很低落。然后结果这位女同学，她就跑去嘲笑这位男同学说：“啊，你长肿瘤不能施打疫苗。”所以男生那时候情绪就整个上来。这老师讲，这个男同学互起笑了后，先是拍一个女同学的脚趾，对方嘛马上来甲回击。 男同学正生气，就甲摸一拳，为对方的面甲摸落去，想袂到煞甲女同学的鼻仔骨共摸断。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学校除了协助女学生看医生，通知双方的家长之外，学校嘛甲这2个男女学生列为关怀的对象，加强心理的辅导。